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2月23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今仔日还阁发生啥物可能大代志咧？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联合报、国防部有发布汉光演习干部伫咧推演的相片，结果撮翕到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少将巴格伦的名牌，互外界知影讲，这美国呢是有派现役的军人来参加台湾的军事推演。咱的国防部是表示讲，其实咱的国军甲盟友拢有依次上台训练甲交流，也若针对细节的部分，就无搁再讲啊。中国时报。德国要举办联邦议院的选举，目前呢在野的联民党在民调是领先，领袖梅尔茨有可能会选到总理，也毋过根据分析，无人会当摕到多数的席次，也就是讲到时阵会需要组一个联合政府。自由时报观光署统计，在去年国内观光区的游览人次，鹿港老街是排第1名，有1730万；排第2的是嘉义文化路夜市。另外，伫个县市的排名当中，在高雄是摕第1，也那伫个六都以外，就是彰化上济。而这代替火车票咧要起啊，这交通部费率委员会是通过代替的方案。未来这火车票平均是会起26.8%，这台北到高雄自强号呢是会起到975块，平高铁也阁俗500多块。上紧伫今年的2月底就会报去行政院来核定。代替是表示讲，这行政院若准核准，还阁需要2个月的时间来筹备加公告。拄啊是10月假期出外佚佗的大日子，代替早起伫富光段发生车顶无正常，部分列车延误，影响旅客行程。交通部费率委员会日夜通过代替进行提报的票价调整方案，同意票价平均会当调整26.8%，也就是代替本来提报的方案，计算的基础是合理报酬率0.36%。应该可以吧？现在物价都涨啊，台铁一直亏损也不是办法吧？大众运输系统也是要维持下去啊。上班是很重视时间的安全，还有准时点、准点，还有班次都能改善。有时候他们误点很久。费率委员会考虑即卖的代替票价30年拢无调整，甲前一届调整的营运成本比起来，已经是大起37.96%。票的收入无法度支应营运成本，短期运价差愈济，所以照案通过。票价调整幅度采愈远是起愈少，以自强号来试算，台北到新左营起到975块，台北到台中501块，北花莲是440起到583。区间车台北到板桥由15块起到22块，台北到桃园由42块起到63块。交通部就会正式依照决议送行政院核定以后，我们需要2个月的时间来做系统的一个调整，还有公告。代替表示，考虑公平的原则，淡薄干线嘛是同款的标准，起价幅度嘛是愈远起愈少。按过到尾票价的调整方案，也是要由交通部提报行政院核定了后才确定。台铁公司呢是怎么样子能够去改善你们的设备妥善率那怎么样子让你们的这个准点率，那这方面的一个努力是消基会这边希望能够看到。我们期待的票价调整并不是一个低于台铁一开始所提的投报率3.5%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方案版本，因为目前的方案版本是一个低于所有员工所预期的这个报酬率的结果。产业工会讲，根据立法院核定的代替票价公式，合理报酬率是3%至5%，到尾通过0.36%，对提升整体收益的效果有限，是不是有助安全改革？甲员工的薪水嘛使人烦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这美国总统 Trump 上任了后呢，是来宣布冻结援助外国的经费。这外国媒体来报道，这站呢是要来解除53亿，其中有包括着对台湾8.7亿的军事援助。另外呢，咱台湾中科院是来开发空射型的雄3反舰飞弹。即马呢是传出好消息，有军事网页呢是大文讲有发现着 IDF 的战机已经载2粒7气弹飞去哩啊。
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冻结援外经费，评估是不是符合美国优先政策。外媒路透社报道，美方最近改动53亿美金，其中第一波协议名单包含对台湾的8.7亿美金军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互人问到，中共反台，美国是不是出兵防卫台湾？ I think our commitments to Taiwan have been clear and they've been expressed through multiple administrations for multiple years. We are against any sort of compelled, forced change of status. That's been our policy.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美方协助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国军嘛持续强化自身战力。各机各造的 IDF 战机有望提升制海能力。军事专业 IDF 建国号公开 IDF 好亲像挂在空射型雄三反舰飞弹伫地面走的相片，一旦看到两边机械搁挂在恢复式导装的雄三飞弹顶悬有编号，团组是测试弹，要拼今年投入作战测评。对这代志，空军无加做回应。 当我们的 IDF 带着雄三飞弹飞到一定的空域，比方说往前进，那它的射击的范围会更广、更大哈，所以扩大我们雄三飞弹的打击的半径。雄三飞弹佫叫航弹杀手，射程会当达到150公里，有效反制强弹威胁。目前已经有蓝射型、绿射型。 空军交由中科院以空集专案研发空射型雄三飞弹，因应 IDF 是轻型战机，首要难题就是将雄三飞弹变散变轻，把传出拄着困难。即马相片一个公开，军事专家分析，若是 IDF 会当挂在空射型雄三飞弹，攻击范围会当包含台海，对强弹进行有效攻击。我们推估啦。 200公里人不是问题。那其实海峡平均宽度不到200公里，挂起来之后呢，它的扇形火力打击范围就可以涵盖台湾南北两端这是没有问题。未来的遂行这种反舰作战的伺机中队出去那一方面呢是担任掩护组，那一方面是担任攻击组。就位，中度栋梁，请速交报。 若是负责对台组建的中共东部战区发布空战训练影片，以空中拿炸、近身对战，各以演练高强度对抗相关台海紧张情势，国军严防对台。记者采访报道。 再来看标了一个17岁的少年人呢，伊无驾照煞骑乌多摆个载朋友，因为伊的车牌是好炸掉的，所以引起警方的注意。无想到这个少年人煞走互警察甲录，这油门吹落是沿路冲红灯个违规，落尾警察是甲开46张罚单，拢总是罚买4万块。 半暝伫街路小立，警察车一直等。苗栗县后龙镇第二天要讲，一个17岁姓林的少年骑机车载朋友小酒出来佚佗，车牌要用替补打掉咧。结果经过第一线时，互正伫顺路的警方要甲抓来检查，姓林的少年随加速逃走，沿途一直违规，规路拢是哔哔啊声。来回追逐，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事情。因为凌晨了，在睡觉了，不可能爬起来看了。 姓林的少年逃走过程中，一直抢红灯，驶来驶去，过着检查，警察沿路请求支援来解围猎。经过20分钟了后，总有伫中华路甲南寮街口成功解抓到抓到。警方讲，姓林的少年甲伊载这人拢是高中生，违规项目包含无照驾驶、危险驶车、反向驶车、抢红灯、无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闪光红灯无停让、红灯正滑。 变换车道无依照标记号志，总计开出46张罚单，罚4万块。林姓少年恶性重大违规部分，本分局依序告发闯红灯等46张交通违规告发单，另涉嫌少年事件处理法及刑法公共危险部分，本分局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法院审理。 苗栗县长张东锦2月11日提出机车驾照考照年龄有条件下修到16岁建议，互交通部以需要经由法定年龄修法这理由来核决。正当各界也是讨论时阵，无想到后龙镇就发生一个交通的事件，有车主是少年的老爸，后续警方扣押车牌，并且要求骑上交通安全讲习，结果伊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的罪嫌，甲少年移送苗栗地院来审理。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交通事故，其实呢，根据交通部上新的统计，去年1月到11月，这交通事故呢是比前年的同期还阁减3.4%。过路人的死伤其实嘛有减少，也毋过呢，这路权团体煞认为讲，这减少的速度还阁无够紧，望政府骹手较猛咧，互过路人交通环境呢会当全面改善。 头前这台车无让人去共弄到，人倒伫涂骹了，后壁经过车佫甲挨过，送病了救袂大。这是17发生伫咧高雄的意外。第一台车经过行人冲压线无减速，第二台车无注意停车的情形，两个驾驶拢依照过失致死罪移送。行人临时
行人安全事故常常发生，民间团体日日搁在上街头，诉求推展更加安全、更加适合居住的城市环境，用行路的方式体验行路人的安全。做台北市交通职工正久的5线线，无偌久进前就捌伫咧行北尾线过车路时阵，和西湾的机灵车弄到，好加再跟他闹掉，也来参加这边的行人安全活动。政府能够继续的推动这个安全的教育，从小学开始。日本小孩他们在过马路，其实就是很尊重，是互相尊重的。但是我们是因为法律而去做的。民间团体肯定政府推展人本交通指引，改善地方的道路，不过行人使用率降幅无大，有一寡路的保护措施也无够。涂了绿色油漆，上面写人行道，就称它是人行道，车子还是很容易从身旁经过，像被刷卡。我们先求有。标线型人行道真的就是一个权宜的措施，轮椅通行还有婴儿车通行，所以这些宽度都是需要多一点仔细的计算。交通部讲尊重路权团体意见，也继续跟地方政府合作，对路口、路行到周边区域规个做检讨改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高雄有家长找年某顾囡仔，结果煞拄到诈骗。这个姓李而且呢有牌照的年某是互人指控，干那顾囡仔3天就找理由要来请假，而且阁要大声领钱。这家长是录影片要来警示，结果所发现上无嘛有10多人已经受害。社会局是讲已经发文甲取消伊的契约，也那2月21开始也来废止伊的服务登记。找年某去拄到诈骗，高雄家长黄小姐家己翕影片大就网，提醒希望莫有其他人哄骗。一直跟我拖延，我越想越奇怪。这个大文引起其他家长反映，至少有10多人互人骗，而且手法差不多，拢是签约了后先收定金，也是先领年务费，再搁以爸母破病各种理由请假，无履行契约。跟我请假这样，说1天他就回来了，结果后来第2天他又说他没办法回来，然后第3天、第4天。所以那时候他已经跟我预支薪水，我就觉得不对劲了。经过对讨，姓李的年母向黄小姐3个月费用，不过早伫去年11月，中华道家长去互人骗，敢若会当提过讨回定金3万8。后来他还给我2000之后，我就觉得不妥，因为我不知道他还要拖多久，我就跟他讲说。就是后来我还是说要提告好了，因为他这算诈欺，后来他就消失了。女性保姆的行为确实违法，所以在2月14号就终止跟女性保姆的准公的服务合作契约。另外在21号废止女性保姆的居家登记服务证。因为姓李的年母有领合格证书，照顾嘛真专业，家长无怀疑。社会局经过调查，已经废止伊的居家托育服务登记，嘛提醒家长签约进前，会当向各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咨询，保障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看，为着提高大学研究的实力，教育部是宣布，拿准这大学的学科领域，伫世界是排头100名以内，安尼就会照伫这高等教育的先进计划内底来加拨经费。我们或许关起门来，在校内，在台湾可以抱怨。假如你在乎你的排名，请你不要在国际上抱怨。排名毋是上重要的，也毋过排名爱好，莫伫咧国际顶头不满家己的学校。中央院院长对大学校长的讲话，是因为学校名声是排名评比指标之一。教部处长叶秉成分析亚洲各个一流大学排名，指出台湾的一流大学国际名声爱阁拍拼，国际招生甲照顾爱阁用心。当年有一些有问题的学校，为了抢学生，为了要生存，就各种骗，那几个老鼠屎。就可以把整个台湾的高教品牌整个打坏。外国学生的受教权益的修教品质的查核，我们会继续做。叶秉成表示，会全面来检讨各校特色领域中心，经过审查了后，表现无够好，10%爱退场；表现好的加码来补助。若是大学系所的学科领域，伫世界排名前100名，还是前50名，会伫高教先进计划提供另外经费。而且这资源是年年给，你就可以去抢教授。这个资源我会让它很有弹性，你要做加薪要弹性，抢新老师
都可以做得到。台大以前在世界前100名，大概有32个系所，那前200名有44个啦。继续鼓励对整体台湾的排名或者发展比较有特色的这个系所，我相信是会有帮忙的啦。台大校长陈文忠表示，这甲韩国几年前推动的 World Class Department 差不多，是好的方向。教部长郑英耀是希望这寡系所做出世界级的研究特色，互台湾嘛会当有诺贝尔奖级的学者。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的计划，即马各县市呢，拢推出台语的相关活动。伫新竹市本土语推广协会是透过生活应用、熟悉食物，也有台语戏出等等的方式，请袂少人来参加，就连香港朋友嘛来报名学台语。大家做伙用台语搬戏。大家人拢算甲真欢喜，也对佚佗的过程中学台语、讲台语，趣味的活动，连香港朋友拢专工来报名。因讲台语是台湾最重要的语言，想要熟悉台湾文化，学台语是第一步。台语是台湾自己的语言嘛，但是我们从香港过来，我们都不知道台语怎么讲，我们很希望去学那个台语，了解台湾的文化。我来了台湾大概3个月，听到很多人都说台语，所以我想学多一个语言，融入可以更加可以融入台湾。现场有国小老师也来学台语，嘛对文化部提出的台语家庭计划表示肯定。真好。因为我知影讲，你个计划是厝内大人，就是爸爸妈妈啊，甲囡仔细汉的，拢爱加入这个计划，啊，大家拢爱扣点，毋是爸爸妈妈扣点就会使，啊，就大家会使练习这台语，这是咱的母语嘛。台语本地就是生活的语言。咱希望讲带领咱的学员会使用足大件生活。咱去菜市啊，咱去迄柑仔店啊，咱去日本店啊，都会使看到的物件，互伊知影讲原来台语是安尼讲。所以嘛鼓励咱的学员、大人带囡仔，会使同齐伫生活内底开始讲台语。文化部推出母语家庭计划，参加活动提点数，得当换奖励金。第一期活动到月底结束。新竹本土语言协会讲，透过培育台语家庭计划，除了互囡仔自然学习使用台语，继续母语文化，甲台语带入厝内，成做生活当中习惯的语言，互母语一代传一代，继续传落去。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再来看这台中泰安的樱花季长起果啊！这后里泰安派出所附近的这樱花是大开，请真侪人来到地看花翕相来做纪念。警方是提醒讲，这樱花季的期间是有交通管制，所以民众若准备去，就要注意车辆的动线。樱花大开，相机、手机是翕袂停。台中市泰樱花季日开始，中部天气是真好，一透早就有大批游客来佚佗，想要来看卖樱花的水。樱花非常的美丽，然后很红，非常的红。然后今天是第1天开嘛，对。然后我带我老婆，你看她很开心，她还把那个樱花挂在自己的耳朵上面。虽然这次花期比较晚一点，但是我觉得都开得蛮大、蛮盛开的，对。然后也希望就大家可以过来多看看这些樱花，蛮漂亮的。有上水派出所之称的大甲分局泰安派出所，4周围的8中樱，在咧环境的用心照顾之下，当年樱花季拢会当吸引大量的观光客。附近的摊商讲，今年花开的状况真好，期待会当带动地方的经济。因为今年的花开的实在是蛮漂亮的，对，希望大家能来观光一下，促进我们的经济繁荣。现在交管的时间是每日的8时到下午的17时。假如说搭火车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泰安新站那边下车啊，然后沿着阿梅路走进来。泰安派出所提醒，目前周围的交通也个真顺。今年樱花季交通管制时间是即马开始到3月初2，逐天早起的8点到下晡5点。自行开车民众会使由中华东路、安梅路入去，拄到管制路口爱听环境的指挥。民众也会使坐大众运输工具，搁再行行人管制区入来。公视新闻台中报道。
瓜仔戏的国宝杨丽花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的。昨伊是来头一摆办戏迷的见面会，真青的国内外戏迷呢，拢相齐来甲看。现场是有90几岁阿嬷，也有对新加坡飞过来戏迷，看到这心目中的大明星，大家拢真欢喜。身桥白马哦，走三关，我改我所以啊，花中啊园。歌戏国宝杨丽花参戏迷见面，就随唱一段四边过这条经典歌条。杨丽花为1950年代出道到大，拜六头一摆举办戏迷见面会，是去引真青的国内外的戏迷到国家影视厅中心参与。哦，我今日足福气，看到我20几岁就看迄个歌戏，看到即么90岁啊呢！哎呦，我们都会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偷跑出去学校看杨丽花歌仔戏。杨丽花自1950年代开始，就是出名歌戏、野台戏演员，到1970年代组成台视歌戏团，互更较侪民众认捌杨丽花。杨丽花讲，不管家己几岁，拢袂放弃歌戏，也会继续参戏迷来见面。因为我过去常常讲，我有一天食到几岁，我就是几岁要搁出来，我袂放弃歌戏。为歌艺来代价来付出，这就是我一生的回馈。为了记录杨丽花精彩的歌戏人生，今年有出版一本杨丽花的记录专册。做落来10月份会伫宜兰团结中心举办杨丽花歌戏特展。现主是也有一出已经14年的杨丽花纪录片正在做，按算伫今年年底就会正式放送。记者郭谢桂林新北报道。那今仔日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14度到17度，中部地区是13度到21度，南部地区14度到26度，东部地区15度到23度，外岛地区8度到17度。这个未来3天的天气。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